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11月2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3篇第1节到第4节，第9节到第10节，17节到18节，以斯帖记第7章第1节到第10节，马太福音24章45到5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可靠吗？首先要谢谢兄姐为我祷告一个礼拜的几乎将近1个礼拜的声音现在已经比较好了，虽然还有一点点沙哑，可是已经舒服很多，也感谢上帝的保守。今天谈到的忠心可靠的服事，是基督徒以及所有受呼召的人所应当要做的。先知约拿本身就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虽然我们在约拿书3章的记载当中看到先知约拿他到了尼尼微城去传讲了上帝的预言，可是在根据第4章的记载，我们看到约拿却是一个很不甘心的人，他根本就不是一位忠心的仆人，即便他已经按照上帝的呼召的话去执行了，但仍然与上帝针锋相对。忠心可靠的仆人应该是没有条件的听从或是顺服上帝的旨意命令去执行。我们从出埃及记的记载，摩西一生的服事，堪称为上帝忠仆的摩西，却也在最后因为向上帝生气而无法进入应许之地。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因为自以为是的，他替代了祭司的服事，而得罪了上帝，终究就被拔掉了上帝所托付的王位。耶稣基督的门徒犹大也不是一位忠心可靠的仆人，他负责看守门徒当中的财物，却是一位不可靠的同伴与主仆，甚至他还为了贪爱钱财而出卖了自己的老师。圣经中的记载，事实上有许许多多忠心可靠上帝的仆人。在今天的旧约经文以斯帖记7章第1节到第10节的记载里，这个以斯帖王后的故事，我们看到了她虽然成为了外邦亚哈随鲁王的王后，但是她却是忠心，是上帝可靠的仆人，为了拯救以色列的使命而努力。圣经的记载这样说道：第2天，王和哈曼再次去赴以斯帖的宴会。喝酒的时候，王又问以斯帖：王后以斯帖啊，现在告诉我，你想求什么，我都会给你，就是王国的一半，我也愿意给你。以斯帖就回答：我若蒙陛下的恩宠，请答应我一个请求，我求你饶我的性命，也饶了我同胞的性命，
我和我的同胞都被出卖在刽子手的手中。如果我们只是被卖去做奴隶，我一定会缄默，绝不会开口为这事烦扰陛下。可是我们要被灭绝，再遭灭种之祸了。亚哈随鲁王就问王后以斯帖：谁敢做这种事？这人在哪里？以斯帖就回答：迫害我们的敌人就是这个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王后的面前顿时惊慌失措。王愤怒地站了起来，离开酒席到外面花园去。哈曼看出王决心要为这事惩罚他，就留下来求王后以斯帖饶他的命。当王从花园回到宴会厅时，哈曼正伏在以斯帖躺靠的长椅上求怜悯。王看到这情景，就大发雷霆，说：这人竟敢在王宫里当着我的面非礼王后吗？王一说出这话，太监们立刻蒙住哈曼的脸。其中有一个太监叫做哈伯拿，上前说：哈曼还在他家里造了一座22公尺高的绞刑架，是用来要吊死救了陛下性命的末底改呢。王下令把哈曼吊在那上面，于是哈曼就被吊在他要吊死末底改的绞刑架上。王的怒气这才止息。我们看到，因为以斯帖以及叔叔末底改的坚持、忠心的服侍，成为了上帝可靠的仆人，来解救了全以色列人。虽然知道这是艰巨的工作，甚至可能变成被杀头的危机，但是以斯帖却坚定地成为一位可靠的主仆，成了上帝拯救的计划，使全以色列人都得到了保全。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也明白地提到，成为上帝仆人管家，是需要成为一位忠实可靠的仆人。耶稣基督这样说道：那么谁是又可靠又机智的仆人呢？就是受主人指派来管理其他仆人，按时分配粮食的那一个人。主人回来的时候，看见这仆人这样忠于职守，这仆人是多么有福啊！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所有的产业。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坏仆人，他会在心里盘算，也许主人不会那么早回来，于是动手殴打其他伙伴，跟酒徒们吃喝玩乐。可是他料想不到的日子，在他不知道的时候，主人回来了。主人要重重的责打他，使他跟假冒伪善的人一同受惩罚。在那里，他要哀哭，咬牙切齿。当一个忠心可靠的仆人的话，主人就要派他管理所有的产业。这是在比喻上帝的呼召，
要成为上帝可靠的仆人，以及从上帝过来的一个服装和服饰。如果不能成为一位忠心可靠的仆人，就要接受上帝从天上而来的严厉处罚，就如同耶稣基督的门徒犹大一样。让我们一起努力，尽心尽力的服侍，成为上帝眼中可靠、忠心的仆人。这是基督徒努力的方向。诗篇83篇第1节到第4节：上帝啊，求你不要静默；上帝啊，求你不要闭口无言。看吧，你的仇敌在反叛，恨你的人在造反，他们阴谋敌对你的子民，他们要陷害你所保护的人。他们说：来吧，把他们的国家消灭了，让以色列的民永远被遗忘。第9节到第10节：求你对付他们，像对付米甸人一样，像在基顺河畔对付西西拉和耶宾一样。你在隐多尔消灭他们，他们的尸体在野地腐烂了。17节到18节：愿他们永远失败惊惶，愿他们在耻辱中死亡，愿他们知道唯有你是上主，你是全地的至高主宰。求主帮助我们忠心服侍，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位可靠的仆人，不但有好的人际关系，更让上帝来肯定、欢喜，并接纳我们的服侍。感谢上帝赐下奇妙的恩典。雨杰在昨天已经出院回家休养当中，求主继续看顾保守医治，特别在将来需要以钛合金的人工头盖骨来保护脑部的手术，愿一切都顺利。有主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